人哋米係咁唔啱，係賤格。如果學撚似你咁樣啊，我先掃你兩條街，有冇陀地收啊？冇呀，返屋企飲茶。你中意偷啊嘛？呢首歌睇下你點偷，你最好 repost 埋。果汁先生，我係果汁先生，贏完你啲錢我買層杯沙灣。果汁先生遇到偷片先生，又點會由得你逍遙法外之間？果汁先生就係果汁先生，我中意打撲克又轉下 rap， 果汁界嘅仙丹。果汁先生真正果汁先生，我嘅實力你偷唔到，因為一定超白。本身阿叔今日心情的確幾好，碌下抖音又話俾我睇到，從來唔會焦頭，今次都要用下泛濫，你嘅行為已經唔係抄，係偷襲。初出茅廬都要多得各位支持，歡迎過嚟留言，果汁都好 friendly。抗拒檸檬般嘅刺激，我承受唔到幾酸，點解我杯果汁會飛撚咗去四川？就係飛撚咗去四川，我睇到有啲眼冤，都真係好撚肉酸。可能你會問我點解咁撚上心，明明拍緊 IG 點解變咗抖音？Diss 你就緊㗎啦，會有少少激烈，話你知咩係原創同偷嘢嘅分別。Very juicy， 當然要尋遍啩，士多啤梨蘋果橙夠生動又人性化。Baby 完你記得返去揾你媽咪，我已啜晒你啲果汁，咁樣先最 juicy。成日話冇晒 barrel 呢排渣渣地，轉個撚頭 Ray 所以啲五部榨汁機。寫首歌俾你感受果汁談話飲品，等我果汁先生掃蕩限制人等。唔該 cash out， 贏完一定 easy go， 我都話我係打運咪撚同我講咩 GTO， 打啤鳩搞我中意 coffee and race， 唔似某啲人佢中意 copy and paste。果汁先生，我係果汁先生，贏完你啲錢我買層杯沙灣。果汁先生遇到偷片先生，又點會由得你逍遙法外之間？果汁先生就係果汁先生，我中意打撲克又轉下 rap， 果汁界嘅仙丹。果汁先生真正果汁先生，我嘅實力你偷唔到，因為一定超白。Shout out to Scoop Poker， peace out。我而家警告你，你以後好好地重新學我點樣做人啊！